大家好，今集嘅內容係想同大家講解註冊公司牌嘅小型工程承辦商，咁有咩手續，有咩留意，同埋大概個流程係點樣做呢？咁啊，今日會同大家詳細講解嘅。咁我之前另外一條片就講解咗究竟用個人名義申請小型工程牌有咩重點，有咩要留意啦，個程序係點啦。咁可以如果想睇翻，如果用個人名義嘅，唔係用公司名義嘅，就可以參考翻我嗰條片啦。咁如果用公司名義嘅話，就可以同大家講講有咩要留意嘅。咁首先用公司名義申請小型工程牌，就住大家嘅工作經驗啊、嘅學歷啊嗰啲其他要求，可以定翻1級小型工程、2級小型工程同3級小型工程啦。咁其實大家嘅流程都係大同小異嘅。咁啊，首先講用公司名義申請，咁你最主要你係一個公司名咧，有個商業登記啦。咁要有一個有效嘅商業登記證書啦。咁啊，而公司名義嘅都有分開幾種公司㗎。咁啊，首先你可以係用嗰個獨資嘅公司去申請嘅。咁即係譬如我自己個人個名，咁就申請一間無限公司，咁就去商業登記處攞個商業登記。咁我亦都係嗰間公司嘅唯一東主啦。我亦都係嗰個公司嘅一個 AS 啦，一個叫做授權簽署人啦。即係全部人都係我，只不過我唔係用一個個人名義牌去申請，而係嗰個公司名義去申請嘅啫。咁呢個係一個做法啦。咁第二個做法就可能我另外有個拍檔同我夾份做一間裝修公司嘅，咁可以用一個合夥形式嘅一個 partnership 嘅形式啦，就去商業登記處攞一個商業登記。咁而我或者另外一個拍檔咧，其實我哋要是但一個合夥人咧，就要係嗰個公司嘅一個叫做授權簽署人，一個 AS 啦，又或者兩個人都係授權簽署人嘅，即係或者我簽名又得，佢簽名又得咁樣啦。咁啊，呢個係第二個用公司名義申請嘅做法。咁啊，第三個做法就係最常見嘅，就係用一個有限公司嘅形式，就申請一個有限公司。嗱，知我有間有限公司有個商業登記啦，我拎翻個商業登記嗰間公司名，就去申請一個小型工程嘅公司牌照。咁啊，要其中一個公司股東咧，就係做一個授權簽署人，同埋做呢個叫做技術董事，一個 TD 嘅。咁可以係同一個人，譬如我假設我間有限公司可能有3個股東嘅，咁我係其中一個股東，咁可以我係公司嘅股東之餘，亦都係公司嘅授權簽署人 AS 嘅名義咧，同時做埋公司嘅技術董事 Technical Director， 之後可以係同一個人做晒 AS、TD， 又或者我哋公司，譬如我當係3個合夥人嘅，我哋3個都係3個都係技術董事，3個都係授權簽署人都得嘅。咁呢個即係起碼要有一個係啦。咁咧就而家其實就住公司就係咁樣啦。咁啊就住其實頭先我哋同你提出過有2個咁嘅身份咧，一個就叫做技術董事，一個叫做授權簽署人。咁2個人都有大家分別嘅一個叫做學歷要求啦，同埋個工作經驗有個要求嘅。咁啊再同大家詳細講解每一個人嘅唔同要求啦，可以。咁啊首先講解呢個授權簽署人 Authorized Signatory AS 啦，俗稱嘅一個資格啊，同埋一個經驗嘅要求嘅。咁啊，首先佢係要有相關嘅學歷要求嘅，即係佢一定要有啲學歷嘅讀書㗎啦。咁啊，要求就係一個證書或者文憑嘅，而嗰個證書文憑就係由呢個建築係相關嘅啦。咁佢屋宇署寫明啦，就可能你個證書或者文憑係一個建築啦、建築營造學啦、屋宇測量啦、土木工程啊、結構工程啊呢啲咁嘅名義嘅證書或者文憑嘅。咁啊，譬如你當然假設你讀呢個工商管理啊，讀呢個會計啊，讀呢個製衣啊，咁其實就唔關事嘅，你就唔可以用嗰個咁嘅學歷去申請啦。咁如果你個證書係一啲係類似建築相關嘅，譬如你話做機電工程啊，嗰啲就可能要逐個 case 咧，就係同屋宇署傾，究竟嗰個學歷係咪可以接受啦。咁啊，如果你個學歷嗰度係冇問題，有呢啲相關嘅證書文憑嘅話咧，咁就要睇下你嘅相關工作經驗啦。咁你嘅相關工作經驗咧，就最低要求就要係3年係同建築業相關嘅，即係裝修啊、建築啊相關嘅經驗啦。咁而其中有1年咧，就要喺本地嘅，就喺香港做嘅，即係可能你喺內地有10年經驗，咁你最起碼都喺香港
做多1年相關嘅工作經驗咧，咁啊先至叫足夠經驗嘅。咁樣點樣證明你啲工作經驗係咪同個建築係相關嘅咧？咁啊，其實佢有個好具體嘅要求嘅，就係最少你有7項係小型工程相關嘅工作經驗嘅。咁呢7個咧，就其中有一個咧，就要喺3年之內完成嘅。咁你點樣去證明嗰啲係同小型工程相關咧？咁其實佢最簡單就要你，譬如你話我填咗邊單，有某一個小型工程係我有份進行有呢個經驗嘅，咁佢就會要你填翻當時嘅小型工程嘅編號啦 ，MW 幾多 number， 咁啊填翻落去，咁啊證明翻你有7個。咁啊7個經驗就唔係話一定要有7單唔同嘅工程嘅。咁譬如我假設用裝冷氣嚟講咧，咁譬如你有2個工作經驗係2個地盤嘅，咁可能你2個地盤，一個地盤係裝咗4部冷氣，一個地盤係裝咗5部冷氣，咁加埋已經其實當係有9個相關嘅小型工程嘅工作經驗㗎啦。咁你要年份啦，要有數目要夠啦，咁呢個就係個工作經驗啦。咁啊，假設如果你冇相關嘅證書啊、文憑啊咁樣，咁有乜辦法係可以達到嗰個學歷嘅要求咧？咁就佢之前屋宇署咧曾經喺個過渡期嘅時候咧，就曾經舉行過一啲叫做top up 一個補足嘅課程嘅。咁如果嗰啲課程咧，就其實而家已經冇咗㗎啦。咁假設你係好彩嘅，因為如果你當小型工程咧，佢最後嘅課程就喺2013年年尾最後一屆就舉行嘅。如果當時你係有上過嗰個堂嘅話咧，亦都可以當你符合到嗰個相關嘅叫做學歷嘅經驗啦。咁如果你有相關嘅補足證書嘅話，咁你嘅工作要求就係要有5年嘅工作經驗啦，其中1年喺本地嘅。咁啊，要你有10個係同小型工程相關嘅項目啊，其中2個咧就喺最近嘅3年內完成嘅。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可以接受一個學歷同埋工作嘅經驗啦。咁啊，另外一個途徑就係可能你係一個水喉師傅嚟嘅，你本身持有一個叫做1級水喉匠嘅牌照啦。咁你加上你有5年嘅從建築業相關嘅工作經驗啊，其中有1年喺本地啦，再加上你有10項小型工程嘅相關嘅工作經驗啦，譬如你裝咗10條水喉啊咁樣。咁但係如果1級水喉匠牌咧，只可以符合到你 Type D， 即係仲係同水喉相關嘅一個小型工程級別咯。即係譬如你有水喉匠嘅牌照，唔等於你可以做泥水，唔等於你可以做冷氣噶嘛，就淨係可能俾你做翻小型工程去水喉啊，水喉方面嘅 Type D 嘅一個註冊啦。咁另外一個可能可以做嘅就係你以前曾經係做過一個 RGBC 一個一般建築工程承建商，又或者其他嘅小型工程承建商，你之前幾年前曾經做過嘅，可能你已經停咗一輪冇做，而家你曾經做過嘅話，你證明翻嘅話，咁你以前係一個 AS， 咁你亦都可以憑呢個咁嘅經驗咧，就再考翻做翻呢個新公司嘅一個註冊簽署人啦。咁但係亦都同時以你有嗰個係一個學歷嗰方面啦，亦都要同時證明翻你喺3年之內，亦都有翻儲足翻相關嘅小型工程嘅工作經驗啊，咁樣去補足翻啦。咁呢個以上就係大概做一個叫做 AS 啦，做一個授權簽署人，一個資歷啊，一個經驗啊，呢個咁嘅要求嘅。咁啊，另外一方面就係講緊嗰個技術董事啦 ，Technical Director，TD 佢嘅究竟佢個資歷啦，即係佢嗰個學歷啦，同埋佢個工作經驗嘅要求嘅。咁啊，首先佢亦都同頭先嗰個授權簽署人個要求一樣啦。佢基本上係要有一個證書或者文憑，係同頭先嗰啲建築啊、建築營造學啊、屋宇測量啊、土木工程啊、結構工程呢啲相關嘅一個學歷啦。再加上佢喺建築業有3年嘅工作經驗，咁啊其中有1年咧就係本地嘅。咁啊，另外第2個要求咧就係佢就視乎佢係考1級小型工程牌、2級小型工程牌定3級小型工程牌啦。咁如果佢係考3級小型工程牌嘅，咁佢係要建築業嘅經驗有5年啦。咁其中要佢曾經有1年咧係管理過一間建築嘅一個承辦商嘅做一個叫做咩管理崗位嘅一個經驗咧，就起碼有1年嘅。即係佢喺嗰間公司佢係一個 director 嘅。咁如果你係想攞一個2級小型工程牌咧，佢建築業嘅相關經驗都係5年嘅。
咁但係要有3年管理嗰個建築一個承辦商嘅一個經驗啦。如果佢想做一個1級小型工程承辦商嘅 TD 嘅話咧，咁佢亦都要有同樣係有5年嘅建築嘅相關經驗。咁但係要管理呢個建築相關嘅承辦商嘅經驗就有5年嘅。咁另外亦都可能係除咗如果佢冇呢啲之外，另外一個途徑就係可能佢之前幾年前曾經做過另外一間小型工程承建商啊，另外一間一般建築承建商嘅一個 TD 嘅話，之前曾經做過嘅話，亦都可以係成為一間新嘅小型工程承建商嘅一個技術董事嘅一個要求啦。咁其實佢如果講緊嗰個小型工程承建商嘅經驗咧，就頭先講過啦。譬如當你而家你考緊2級小型工程承建商嘅話咧，咁你嗰啲小型工程相關經驗咧，就起碼要係1級同埋2級嘅小型工程經驗，咁你先至可以考翻2級嘅小型工程牌做佢嘅承建商嘅。咁如果你係想考一個1級小型工程承建商咧，你嘅經驗就唔可以淨係提供啲2級小型工程嘅3級小型工程經驗俾佢啊。咁你頭先講嗰7項啊或者10項嘅小型工程嘅一個經驗咧，都係全部要係1級小型工程嘅項目啦。咁跟住嚟講就另外一個要求就係要你個建築個承建商咧嗰個 TD 同埋嗰個 AS 咧嗰個授權簽署人啊同個技術董事咧，都要簽署翻一份表格，就係叫 RR9，就係一個叫證明你個無犯罪記錄嘅一個表格嘅。咁留意就呢個就有個好處就係佢要求你遞交嘅資料咧就係最近3年內嘅資料嘅，即係話曾經你有一啲記錄係犯罪嘅記錄咧，如果你係4年前、5年前嘅嘢咧，就其實你就唔需要填俾佢嘅，佢淨係要求你填最近3年。就冇呢啲犯罪記錄嘅啫，即係你第4年嗰啲可能叫做已經可以當係抹咗佢嘅啦。咁亦都係啦，佢要填嗰啲記錄咧，就係同啲建築物條例相關嘅犯罪記錄，即係話曾經你試過非禮阿婆啊、醉酒駕駛啊、危險駕駛啊、股票內幕交易嗰啲咧，其實你都唔需要填俾佢嘅，因為佢同建築業相關，即係冇關係噶嘛，佢就唔需要你填嘅。咁第二就係要同啲勞工處嘅勞工條例相關啦。即係曾經你會唔會有啲職安健啊，有啲勞工嘅法例你犯咗，咁如果係嗰啲相關就先要填啦。又或者曾經係你有啲喺發展局啊、房屋署啊，有啲叫你叫圍標啊，嗰啲叫做禁止公共工程嗰啲咁嘅條例係相關，係曾經因為同呢啲同建築相關嘅嘢咧，你先要填俾佢嘅。咁第四個就係當然你有啲不良啊、失當嘅行為，曾經同啲建築業相關嘅有啲問題㗎啦。又或者係佢有啲特別嘅，譬如環保署空氣污染啊、水污染啊，同啲環境污染相關，又或者同啲食環署有啲防治蚊蟲相關嘅定罪咧，你都要填俾佢嘅。如果係以上呢啲以外嘅嘢咧，其實你就唔需要係申報俾屋宇署嘅。如果呢啲冇事嘅話，就你嗰個 RR9啦，即係嗰個冇犯罪記錄嗰一 part 就可以當係 OK 可以達標嘅啦。咁另外就頭先講，咪同你提過2個人嘅，一個就叫授權簽署人 AS 啦，一個就叫做TD 就叫做技術董事啦。咁可以係同一個人，亦都可以係分別2個人嘅。咁你一間公司咧，其實你可以多過1個 AS 嘅。假設你間公司係有3個股東，咁你可以3個都做晒嗰間公司嘅一個授權簽署人啦。又或者你可以加幾個夥計咁，即係可能一間公司可能佢就有4個、5個、6個唔同嘅授權簽署人都係可以嘅。咁另外啦，就譬如你嗰個公司嘅僱主啦，譬如假設佢係本身冇呢啲冇讀過相關建築嘅學歷嘅，可能佢係紅褲仔出身，佢做咗多年，佢本身管理過呢間咁嘅建築公司好耐㗎啦，咁但係佢冇相關嘅學歷嘅，咁其實佢亦都可以選擇咧請一啲僱員，個僱員本身有學歷嘅，咁個僱員咧就從佢做咗嗰個簽署人啦，咁佢自己做翻個技術董事都係可以嘅。咁而講緊個費用啦，如果你講緊1級小型工程，你每一個公司有一個註冊簽署人嘅話咧，咁每年嘅費用就係2920蚊啦。咁如果2級小型工程嘅話就係1100蚊啦，3級小型工程承建商咧就係730蚊嘅。
咁啊，如果大家集齊咗以上嘅所有文件啊，填完晒自己嘅相關嘅資歷啊，全部冇問題嘅話，就其實連埋晒所有文件，就要嗰個授權簽署人啊，個技術董事一齊上去大角咀屋宇署嘅寫字樓啦，就全部大家一齊遞交呢個表格俾佢。咁佢係去現場咧，佢除咗收咗你啲表之外咧，佢亦都會同你即刻對啲表啊，或者核實你啲身份啊，睇一睇啲經驗啊。如果冇問題收咗你，咁佢哋當然會拎翻去再處理翻啦。咁就如果冇問題嘅話，咁就會批個註冊俾你。咁就個註冊嘅有效期咧，一般就係3年嘅，即係每3年就要續期一次啦。咁啊，記住啦，如果你2級小型工程同3級小型工程承建商咧，就咁遞完啲表格睇過冇問題咧，咁佢其實就會批你嘅。咁當然啦，如果呢啲表格有問題，咁佢就可能會叫你補充資料啊，問翻你攞啲詳細嘅內容啦。咁如果你1級小型工程承建商咧，佢通常就會叫你上翻一個叫做上翻個 board 咧，見翻一個註冊委員會，就做翻一個面試。咁佢就會面試翻嗰個 AS， 即係嗰個授權簽署人啊，睇下佢究竟係唔係熟悉究竟嘅建築物條例啊，問一問佢相關小型工程嘅法例究竟熟唔熟啊？如果佢個面試係成功嘅話咧，咁佢先至會俾一個1級小型工程承建商嘅註冊你嘅。咁啊，最後有少少關於嗰啲財務嘅要求啦。咁其實如果你係一間有限公司嘅話咧，咁你註冊嘅時候亦都要向屋宇署小型工程組咧就提供翻你嗰個 audit report 嗰個財務報告啦。咁啊，核數報告證明你嗰個財政有限公司嘅財政係穩健啦。咁你嗰個核數報告佢有寫明嘅，就報告唔可以有一啲字眼嚟寫住保留啊或者負面意見啊，咁呢啲咁嘅評語啦。咁亦都要證明到你公司嘅營運資金咧係保持一個正數嘅，即係唔可以成日話年年都蝕錢，咁就唔得噶啦。咁啊，亦都有個資產嘅要求嘅。如果你係想做一個1級小型工程承建商嘅註冊咧，咁你嘅資產就要有起碼78000蚊啦。2級小型工程承建商就有39000蚊啦。3級小型工程承建商就有1萬蚊嘅。咁就如果你做完晒呢啲嘢之後啦，咁另外提供一啲基本嘅資料咧。譬如你有限公司一定有一份公司年報表咧 NAR1 啦，咁啊公司嘅一個組織圖一個 corporate O chart 啦，同埋一個叫做有啲表格即係公司你要填翻就話本公有限公司就委任邊個人同我哋做我哋公司註冊嘅一個技術董事啊，邊個人同我哋做一個授權簽署人啊，咁啊提供翻嗰個授權簽署人嗰個技術董事嘅身份證副本啊。一個嗰個學歷嘅 CV 啦，嗰個學歷嘅一個證明啦，寫清楚佢有咩學歷啦，有嗰啲證書啊，相關嘅經驗表啊，咁啊填晒啦。咁其實以上頭先嗰啲 O chart 啊，嗰啲學歷表嗰啲，其實全部都有標準可以參考。咁其實就一個基本嘅表填翻俾佢嘅啫。咁啊，以上就係全部一個比較詳細嘅內容，講解點樣註冊一個公司嘅小型工程牌嘅內容啦。咁啊，如果大家對註冊小型工程公司有啲咩其他嘅問題，就歡迎私信聯絡我或者 WhatsApp 短信俾我啦。多謝晒。